这过年若要食好料，这几天的年货就要赶紧甲款起来啊！根据台北市的调查，这主要的围炉菜包括着长年菜、葱啊，也有菜头呢，即马拢因为供应量变少，所以计销期去2到3成。袂少人虽然讲化工这物件有变贵，也毋过呢，为着一顿青草，也是甘愿甲开落。两边店都可以挑选哦。随要过年啊，真侪民众赶紧来采买过年时定食的物件。台北南门市场人真多，若订过发过这物件卖真好，围炉食团圆饭常常有的这白抢，也真侪人买。大概贵个2000左右吧，大概1万块左右，差不多，就年夜饭嘛。那部分的鱼啊、虾啊，价钱变较贵。来到卖青菜所在，像过年定来食的这个挂菜、长年菜，也有代表好菜头的菜头，也拢全部起价咯。萝卜就感觉好像有贵的，比平常买还要贵一点。应该都变贵吧？对啊，没有不变贵的。根据台北市主计处调查，过年前节庆商品的物价变动情形，发现伫过年假期前3天，挂菜一斤对上俗15块到上贵69块拢有，比顶年同期起31.99%。白抢是一斤684块到2800块不等，比顶年同期起20.82%。菜头一斤是15到49块，也比顶年同期起18.05%。冬笋的价格会高一点，高往年差不多高出来，差不多已经多了100块左右。这一部分是这过年节庆商品的价格波动，白抢伫过年假期前3天甲假期前30天的价格比较，起23.05%，柑仔类起6.74%，猪肉起0.70%。鸡肉跟猪肉，那就是因为我们饲养成本也增加了，所以导致价格较上年都比较高一点。另外，过年这春联装饰的物件，糖啊、地瓜、发粿也因为进货成本提悬，价小起价。台北市府主计处讲，会继续来观察年后物价变动状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